屯門公路發生3車相撞，10人受傷。朝早10點左右，一架私家車喺屯門公路近深井，懷疑失控撞向石壆，之後同巴士同另一架私家車相撞。車禍中有4男6女受傷，年齡介乎10歲至到60歲，分別送往仁濟同埋瑪嘉烈醫院救治。受意外影響，屯門公路近深井交匯處2條行車線一度封閉。一個80歲嘅伯伯喺清水灣遇溺，搶救之後不治。個伯伯被救起嘅時候已經昏迷，送到將軍澳醫院。佢嘅親友趕到醫院，警察在場協助調查。事發喺中午，80歲嘅伯伯喺西貢清水灣一灘離岸20米至到30米嘅地方遇溺，送到醫院搶救之後不治。警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話：阻止主張港獨嘅人參選立法會會被質疑選舉不公。但從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嘅角度嚟睇，容許佢哋參選甚至係進入議會，政治後果更大，形容係痛苦嘅選擇。